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咧係沙田市中心一個好運動中心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高層嘅單位嚟㗎，348尺，佢可以做到2房嘅。咁呢個單位咧而家咧業主就做咗個廳啦，呢個位置變咗個廳咧就呈 L 型設計嘅。咁呢邊其實可以做到飯廳啦。前面呢個位置可以做客廳嘅，或者如果大家唔中意，可以間翻一間房就得嘅，即係總共可以間到2間房啦。咁呢個單位咧景觀方面咧都非常之開揚㗎。咁景觀方面都係望翻內園景啦，方向望西南嘅。咁再同大家睇下個浴室同埋廚房先啦。咁個廚房咧保養都比較新淨㗎，咁佢呢個位置擺雪櫃、洗衣機啦，前面就洗碗切菜嘅，咁佢個積都係分開2段嘅位嘅，保養都比較新淨。咁我哋再嚟睇睇個浴室啦，浴室有窗係光廁，企缸設計。咁再嚟同大家睇下個房先啦。房呢個位置咧已經提供咗張雙人床同埋衣櫃㗎啦。景觀方面咧，同頭先聽都係一致嘅，都係望西南啦，望翻內園嘅景觀。大家又中唔中意好運中心呢個348尺1房嘅單位咧？